三级防疫警戒延到6月28。中央订立多项防疫措施，包含外出全程挂喙罨、实验制以及禁止室内5人、室外10人聚会等规定，尽量减少人甲人接触机会。但关心弱势工课，袂使因此而停落来。台湾世界展望会昨日特别甲印度世界展望会携手，首次召开线顶记者会，邀请社会各界做伙来关心国际甲台湾的弱势儿童。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情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向全球席卷而来，但是世界展望会的同工，即使在这样严峻的状况下，我们仍然没有退后，我们仍然是坚持守护着这些脆弱的孩子跟脆弱的家庭。从现在的重灾区疫情在印度、尼泊尔到台湾本地，我想我们的同仁都是用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规格在守护这些脆弱的孩子。特别是台湾现在疫情的这个攀升，让孩子很多在家必须要在家远距上学的孩子，我们案家中有大概高达40%多的孩子，40几%的孩子是没有工具可以上学，所以希望台湾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世界展望会一起好，我们来共同保护跟让这些孩子的上学教育不中断。印度当地因为肺炎疫情更加严峻，生命离开，也让真侪家庭失去经济瓦靠。印度世界展望会会长麦达夫·贝拉康达嘛，伫咧线顶记者会上讲起当地医疗困境。When they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s are overflowing with many patients. 当他被带去医院做诊断治疗的时候，医院塞满了所有其他疾病或是新冠肺炎的病患。So he couldn't get any hospital admission and for nearly about 7 to 10 days. 就因此他有到7天到10天的时间完全得不到医疗院所的诊疗。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from a distance with all these oxygen pipes going into his body and into his system, and that's the vivid picture of Ashmita about her dad.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Ashmita 就在远远的看着父亲插着各样的管线，这就是他最后见到他父亲的状况。After fighting for so many days, her dad passed away. 就在几天之后，他的父亲去世了。She was devastated. 他非常的难过。Her family is now without a breadwinner. 他的家庭就失去了一个经济支持的一个父亲。台湾世界展望会也呼吁大众，伫疫情也未停止进前，要保持正向的心情，适度放松身心。抗疫伫厝内期间，买当拥有参与第32届G2030人道救援行动，不论是观看救援，也或是报名饥饿体验 DIY， 拢是关心世界实际行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